金融的消息来关心的是，即马台票换美金呢，即礼拜市场认为讲，要是有可能会起到28块。根据了解，即马央行是来扩大查外资的金流，了解因买股票的内容，也要知影讲因敢是有伫股市趁钱了后，佮大甲这美金卖出去，对当中加付一笔钱。三张新台票对美金汇率开盘29块1角6，升2分，也毋过10点过了后，大型出口商会当进场抛货了后，新台票对美金汇率慢来到29块4分，倍升超过1角。市场有期，就算央行这礼拜想要收掉29块，有望可能出现28这个数字。全球的美元指数没有再持续的弱势的话，那接下来台币呢，就可能呢，在这边呢开始逐步的做筑底了。就算看到28字头呢，看起来呢升值的幅度跟力道呢，可能就会开始减缓。根据了解，央行除了出手缩减大型出口商每日抛货价度伫1000万美金，抛货时间也爱伫早起10点了后才会当进场。另外，央行除了查大后，也透过外资银行了解外资买股的内容，也个敢是将正做借款担保品的美金伫股市获利了解了后，佮将美金同齐抛售获利。专家认为，后半年若台湾出口表现放慢，有可能抑制出口商抛货，有希望降低新台票升值压力。也毋过，市场也咧关注这波汇率升值，敢会影响台积电的获利表现。台积电因为大部分的客户都在国外，所以他们大部分是收美元。但是因为台积电最近也增加对美国的投资，再加上台积电它的很多设备啊、材料、特用化学品也是从国外进口，所以它其实也需要拿美元来支付相关的费用。所以我认为对台积电来说，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调整。专家指出，其他电子产业万亿获利拢是收美金，也毋过伫支出上，佫毋是付美金，可能会因为新台票升值影响获利。比较新台票对美金升值，三大台股盘中上加捌来到22400点，盘外180点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